雙手托天理三焦，兩腳開立與肩同闊，膝頭哥微微彎曲，腹部內收，尾骨內捲，胸腔放鬆，微收下顎，頸骨上提，脷抵上顎，兩隻手喺身體前懷抱太極球，意念專注喺肚臍丹田嘅位置，調整3次呼吸。兩隻手喺身體前十指相扣，慢慢吸氣，兩隻手經過胸腔，掌心向上托至頭頂，眼睛隨住手向上睇，雙手盡量托舉向上，慢慢呼氣，經身體兩側慢慢向下，同膊頭同高嘅時候，呼氣，十指向外推，慢慢吸氣，經身體側面向下向內懷抱太極球，吐一啖口水送入肚臍。第二次，雙手上托，吸氣感受力量重複，胸腔順住肩踭腕到手指向上，慢慢呼氣，順身體兩側向下，將身體入面嘅濁氣順住手心嘅勞宮穴向外排出。慢慢吸氣，將大地靈氣收歸身體，懷抱太極球，吐一啖口水送入腹部。第三次，慢慢吸氣，兩隻手向上，呼氣慢慢向下，意念順住手指向遠，吸氣，雙手經向下向內懷抱太極球，吐一啖口水。好，繼續練習。呢個動作可以幫助我哋調理全身嘅臟腑，經過下焦、中焦、上焦調理心肺，中焦調理我哋嘅脾胃肝膽，下焦通我哋嘅腎經、大腸、小腸同埋膀胱經，可以促進全身嘅氣血循環，改善各類嘅慢性疾病。兩隻手喺身體前抱完，吐一啖口水。下面一個動作，前推輪轉活陽氣。雙手喺身體前抱完，吸氣，向前向上，慢慢呼氣，雙手向後向下，喺身體前面畫一個完整嘅立圓。吸氣嘅時候，兩隻手向前向上；呼氣嘅時候，兩隻手向後向下。吸氣向前向上嘅時候，感受10個手指同手心勞宮穴嘅感覺，一兩個手掌心上面好似吸住個太極球向上。呼氣嘅時候，向後向下按壓，感受好似撳喺一個漂浮喺水上面嘅木頭。隨按隨沉，隨起隨浮。兩隻手向上嘅時候吸氣，膊頭放鬆；向下呼氣，意念諗住腳底湧泉，循環練習。注意練習嘅時候唔好用力，感受身體放鬆，隨住呼吸自然運動，調理腹腔同埋胸腔。將三焦嘅能量可以貫穿手指，激活三焦氣血嘅運轉，自然通達。下面我哋嚟做大拜伸展通三焦。首先我哋先嚟到四腳嘅板凳式，兩隻手喺身體前放喺地面上面，
慢慢呼氣，屈手踭，胸腔落地。初學者如果胸腔冇辦法落地，可以將胸腔向前移動，將下顎點地，腳趾回勾，大髀垂直於地面，手臂慢慢向前延伸，感受手臂下方極泉穴盡量打開伸展，同時雙手向下壓實地面，有意識啟動小指、中指同埋無名指，慢慢吸氣，推起我哋嘅胸腔離開地面，釋放極泉穴下我哋連住手臂嘅所有嘅毒素排出，再慢慢呼氣，沉肩下落，胸腔落地，吸氣，胸腔向上，呼氣，胸腔落地。我哋做動態練習，大擺式可以幫助我哋對大地臣服，同時接收大地嘅慈悲同埋寬容。呢個過程中延展脊椎，腳背、小腿、頸骨壓實地面，雙手掌心向下沉，盡量將極泉穴打開，虎口向前推送，臀部向後向下沉，額頭點地，慢慢吸氣，感受脊椎由尾骨一節一節拉伸，同時手臂發力向前延展，慢慢呼氣，沉肩下落，身體向後向下沉，感受脊椎再一次伸展，拉伸放鬆脊椎同埋臟腑。我哋調整3次呼吸，慢慢吸氣，手臂盡量向前，呼氣，沉肩下落，身體向後向下沉，吸氣，感受胸腔打開，呼氣，雙手雙肩放鬆，感受兩臂盡量延展向前，胸腔下沉，吸氣，慢慢呼氣，再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，將身體全身關節完全放鬆，注意過程中唔好閉氣，自然呼吸。雙手慢慢推地，拱背向上，跪坐喺我哋嘅腳踭上面，雙手喺身體前重疊，放喺我哋嘅腹部，慢慢眯埋眼睛，吐一啖口水，送入肚臍，調整呼吸。邀請大家每日我哋可以抽出10分鐘嘅時間，簡單拉伸下我哋嘅三焦經絡，以及通過太極嘅養生動作可以調和氣血。祝福大家喺我哋新年嘅第一個節氣當中，可以身心健康，福慧雙增。我哋下期再見。